首选深铁瑞柱，提醒您，前往上乌的列车即将到達，請先讓乘客下車。往上屋嘅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乘客落車。The train to Shanwu is arriving.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. 港鐵深圳13號線嘅第一期北段喺12月28日上午正式投入服務，由高新中延伸至上屋站，覆蓋南山區的核心區域，北至寶安區。一年冇搭13號線，有啲嘢都改變咗，包括車頭加咗膠板，並有司機坐喺車頭監視列車嘅運作。請緊握扶手 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下一站，高新北，埃尔眼科保安總院提醒您，左側的車門將會打開。下一站，高新北，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Next station, High Tech North.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唔知有冇留意片段當中有個車站係未啟用呢？呢個車站就係西麗高鐵站。高新北，請小心站內空隙。We have arrived at High Tech North. Please mind the gaps. 請勿靠近車門。請勿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. 請緊握扶手。請緊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 下一站，高新中，埃爾眼科保安總院提醒您，左側的車門將會打開。下一站，高新中，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Next station, High Tech Central.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已
請勿靠近車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. 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。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Rail Tutor。